收到，通讯已建立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队长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？我要实时监控悟空传回来的图像，和花龙勘察地形，随时和总部保持联系。明白。放心，这次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们做足了安保。小心点儿，老子弄死你！2楼，11点方向。过去。阿丽怎么还没来？阿丽到了没？喂，阿丽，来了没有？阿丽，回话，阿丽，你出去看看，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，快！你出去给我顶住，快点儿！接住手，我们马上回来。不许动！王汉在哪？跑了！四哥，我去照顾陈哥。老大，罗康跑了，我去把他追回来。收到，罗康手里掌握了大量情报，一定要留活口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我一定会让那小子生不如死的。范七，你们留在这里，我去找罗康。
下，放下！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我们的狙击手就在外面，只要你踏出去半步，狗命就不保了。别过来！陆康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，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，我们可以保证不杀你。你们不会杀我，我们不会杀你。就算这样的话，你们也不会杀我。陆康，住手！四哥，别，冷静点！来呀，杀了我！四哥，你冷静点！别呀，四哥，别！来呀！无忧是难得的人才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是雇佣军，不允许任何人意气用事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友死在面前，换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开枪的。别说了，出去！多保重。堂哥，